而在春节期间，有约300个台湾人对旅行团去越南的富国岛来佚佗，结果这个负责的旅行社年代旅游，煞因为钱项甲人有长短，所以互当地业者甲规个旅行团拢放昏照。屏保协会今仔日早起是接到真济通咨询的电话，因表示讲目前已经达成协议，希望讲这个年代旅游会当照聘照行来积极承担。请问您好。过完春假连续假期，屏保协会早起接到真济电话，拢是来问越南富国岛旅行团，互人骗伫遐无人插的事件，要安怎求偿？大概100多位的客人在外站有刷卡付了720块美金，因为这个年代没有付钱，所以呢这一块呢应该是年代旅游应该要概括承受。让旅游团员在外站刷卡，这个是不可思议的事情，不可思议啊！所以我们绝对会站在保障消费者的立场，让连带旅游，也就如同它的声明，你要从优、从宽、从速来处理。会互旅客对团爱个海外付钱，屏保协会也感觉真罕。在处理求偿问题的时阵，年代旅游甲越南地接的旅行社争议各个关卡。再次向所有团员致歉，已平安坐上回台的班机。才召开记者会，绝非外界所传的必不见面。10时暗时9点，年代旅游负责人林大军搁一摆会师的同时指出，偏伫遐无人管的原因是越南地接旅行社反悔26个结团款向旅客造谣威胁加付钱，虽然公司积极处理，但过严重影响名声，会进行提告。不过越南地接旅行社也发声明反击，无收到钱，说有嫌是协助旅客返来台湾。各地观光署甲屏保协会协调之下，中签合约。年代旅游继续办后，只希望能赶紧付钱。旅行业管理规则的这个规定，我们要按照这个发展观光条例来做处罚。消费者保护法的36跟38哈，里面有相关的罚则，它最重是可以一开始可以这个要求这个停业3个月啊。观光署回应已经开始调查年代旅游，若违反是事实，就会开罚。记者综合报道。